佛說小故事，不受禮物的智慧。有一日，弟子好唔開心，因為有人當眾辱罵佢。佢走去問師父：師父，人哋咁樣講我心裏面好痛苦，點算好呢？師父微笑，拎起一隻茶杯，慢慢講：如果有人送你一份禮物，但你唔收，嗰份禮物最後屬於邊個？弟子答：梗係仲係屬於送禮嗰個人啦。師父點頭，正正就係咁。別人送你惡言侮辱，就好似送你一份苦嘅禮物。如果你唔收，唔放入心裏面，嗰啲苦就唔會屬於你，而係仍然留喺佢哋手上。你只要保持清淨心，就唔會被外界嘅言語污染。弟子聽完，心裏面忽然開朗，明白到原來痛苦唔係由外人造成，而係自己選擇咗收下嗰份苦。只要唔收，就能自在。智慧啟示。佛陀教導：心靜則境靜，別人嘅言語只係風聲。若我哋唔執着，就如風吹過耳邊，不留痕跡。真正的自由就係懂得不受惡言，不受侮辱，不受無謂的苦。願你心如明鏡，不受塵埃；願你自在安樂，清淨無礙。